就是敢若这手相，所以日本时代有讲这做掌中戏啊吼，掌中戏就是用这手掌，拢总无啥物机关伫咧表演，无论伊的手指，无论伊的脚踏，无论伊的腰身。伊甲伊摇头种种的动作，拢总是靠这五技镜头啊，所以表演了非常，人直咧讲，这布袋戏哦好看，好看伫倒位？好看伫些红仔的动作，就是拢生生不息啊，就是甲活人共款。啊，所以咱即摆要来做第二段，就是海大老祖师，咱五洲开基元祖。伊所上喜爱的戏术，伊的戏术甲别人无共款，而且呢，伊的倒拖倒斩踹用啊，即招算讲真少真少。相信各位拢有看过吼，咱台湾的布袋已经是流行300几年啊，所以大家拢有看过得到。现在要来邀请关公啦、关羽出现，嘿，关羽啥？怪因黄金是汉小，遥望千里弯独还。马骑赤兔行千里，刀下车龙啊，春马关啊。关羽时也。当前在宛城失守，为了做出攻破，必须就是做出一外省攻破之后，我当伊约三师，约三师之后，已经了解五行老辈都撇在了宛校军中啊，伫湖北，现在离开做丞相。带我二嫂甘美二夫人过关斩将，都是到河北的路径路，我军随车启程。且走，来者河顶将军蔡勇，蔡将军有何见告？你过我关斩六将，斩死我的外甥啊！现在我对赶这兵，这要来报仇。哦，蔡将军，原来你就是赵公报私仇嘛？然啊！可惜关羽青龙引我都不能用强，有何多大能耐，真正的是啊！安尼好，提高警觉。